6月14日，當歲月變得艱難，這是一套為了度過人生艱難歲月而設計的生活模式。AA 第12頁。初來 AA 的時候，我只知道這套方式對維持戒酒、守住清醒極有成效，卻心中懷疑它能否也可應對現實生活中所有與酒精無關的難關與風波。清醒2年之後，我終於得到了答案。短短2星期之內，我接連遭遇失業、身體抱恙的父親糖尿病截肢，心愛之人離我而去，逃入他人懷抱，現實的重壓迎面而來。是 AA 給了我最大的扶持與安慰，安撫我的情緒，讓我有前行的力量。我在清醒日子裏學到的原則，成為人生最穩固的支柱。我不但撐過了低谷，我也從未停下幫助其他同路人的腳步。AA 教會我不要被人生的苦難擊倒，學會接納現實，看清世事本來的樣子，然後安心前行。